坐在诊间这么多年，我看过无数双脚，有些脚布满老茧，有些脚肿胀变形，但最让我心痛的是那些看起来被照顾得很好，却以经师去感觉的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被骗了。从小到大，广告告诉我们，鞋子要软，要有气垫，要像云朵一样包覆你的脚。我们相信了，甚至花大钱买那些标榜最舒适的鞋子，以为这样就是爱护自己。但是真相往往让人心碎，那些让你觉得最舒服、最安全的鞋子，其实正在一天一天地偷走你脚底的感觉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你根本察觉不到，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在平地上跌倒了。我叫林医师，在骨科待了30多个年头。如果你问我什么样的病人最让我难过，不是那些骨折的需要开刀的，而是那些明明可以避免悲剧，却因为不知道而受苦的人。每一次当我看到70岁的阿妈因为跌倒骨折躺在病床上，我都会想，如果她早一点知道，如果她的脚没有睡着，这一切是不是可以不用发生？今天我想把这些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你，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明白为什么你的脚会失去感觉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手把手教你怎么用3个简单的动作把那个感觉找回来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医学理论，这是我陪着上百位病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真实经验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先认识你。可以让我知道你现在在哪里看这支影片吗？也许是在家里的沙发上，也许是在通勤的路上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很高兴你愿意把这段时间留给自己的健康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随时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为你准备的最新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自己的脚了？也许你每天洗澡会冲一冲，穿鞋前会套上袜子，但你真的有仔细看过它、摸过它、感受过它吗？我们对脚的误解实在太深了。很多人以为脚就只是一个支撑的工具，像柱子一样硬邦邦的，不需要特别照顾。但事实完全相反，你的脚是全身上下最精密、最敏感的器官之一。让我告诉你一个会让你惊讶的数字：你的每一只脚底藏住超过20万个神经末梢，20万个比你的手指还要多。这些神经每分每秒都在工作。它们像无数个小小的哨兵，随时感应住地面传来的讯息。这里是硬的还是软的？是平的还是斜的？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？温度多少？湿度如何？然后这些讯息会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传回你的大脑，大脑马上做出判断，告诉全身的肌肉该怎么调。重心要往左一点，脚踝要稳住，膝盖要稍微弯曲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黑暗中走路，不会撞墙，可以在不平的山路上保持平衡，因为你的脚正在用它的语言和你的大脑说话。可是，如果有一天这个对话中断了呢？我永远记得陈阿姨，她58岁，住台北，是个很注重健康的人，每天早上都去公园快走，饮食也很注意。有一天，她来找我，眼眶有点红。她说：“林医师，我最近常常跌倒，明明路很平，我却会突然脚软，我好害怕。”我请她坐下来，脱掉鞋子。她穿的是一双很贵的运动鞋，鞋底有3公分厚的气垫。她说这是女儿特地买给她的，说这样走路比较舒服。我轻轻摸了摸她的脚底，她的脚很前进，保养得很好。但是当我按压某些地方时，她竟然没什么反应。陈阿姨，你有感觉我在按你的脚吗？我问。
有啊，有一点点。他说只有一点点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我请他赤脚站在地上，闭上眼睛，不到5秒，他就开始摇晃。我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臂，他差一点站不稳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。陈阿姨，我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没有生病，你的脚只是睡着了。”他看着我，眼泪掉了下来。睡着，可是我每天都在用它走路啊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的鞋子太保护它了，保护到他忘记怎么感觉。那天，陈阿姨哭了很久。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终于有人理解他的困扰。你的脚不是石头，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会思考的器官。你有没有试过戴着很厚的手套包饺子？我小时候有一次冬天手冻得受不了，就戴着手套去帮妈妈包饺子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我连馅料是软是硬都摸不出来，更别说要把饺子捏紧了。妈妈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包饺子是要用手指感觉的，不是靠眼睛看的。”那时候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，感觉是一切的基础。当你穿上那双厚厚的、软软的气垫鞋时，你以为你在保护你的脚，但其实你是在隔绝它和世界的连结。那20万个神经末梢本来应该随时感应地面的变化，但是现在它们被一层厚厚的海绵挡住了，它们收不到讯号，就像收音机收不到电波一样，慢慢的它们就不再工作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当神经不工作时，大脑也会跟着混乱。大脑会想：咦，脚底怎么没有传讯息给我？是不是我不需要注意平衡了？于是大脑也开始偷懒，它不再那么认真处理平衡的问题，不再那么在意你的姿势对不对，结果就是你越来越容易失去平衡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你的脚底就像一个非常敏感的触控板，如果你在触控板上面盖一层厚布，你还按得到按钮吗？当然不行。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脚，我们用厚鞋垫，用软垫，用各种舒适的东西，把脚包得密不透风。一开始你会觉得很舒服，走在路上好像踩在云上，软绵绵的。但是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你的脚越来越不听话，上下楼梯会怕，走在不平的路上会怕，甚至站久一点都觉得累。这不是老化，这是退化。而且这个退化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有些人才50几岁，脚底的肌肉就已经萎缩了，不是因为生病，不是因为受伤，就只是因为长期不使用。有一位大哥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可以穿着破布鞋跑10公里，现在穿足几千块的名牌鞋，走1公里就喊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告诉他，因为以前你的脚是活的，现在你的脚是睡着的。但是好消息是，睡着的脚是可以被唤醒的，就像一个沉睡的人，只要有人轻轻摇醒他，他就会睁开眼睛。你的脚也一样，他在等你唤醒他。找一张舒服的椅子，慢慢坐下来，把鞋子脱掉，袜子也脱掉，不用急，慢慢来。如果你很久没有这样赤住脚了，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现在把你的右脚轻轻抬起来，放在左腿的膝盖上，看着你的脚。也许你会发现它比你想象中老了一点，也许有些地方的皮肤变厚了，没关系，这些都是岁月的痕迹，都是你走过的路。现在把你的双手搓热，然后轻轻地把手放在脚底，你感觉到了吗？你的手的温度和你的脚的温度，用你的大拇指慢慢的、温柔的按压你的脚底，从脚跟开始，一点一点往前推，不用太用力，但也不要太轻，力道要刚好让你感觉到，哦，原来这里有点紧，原来这里有点痛。每一个感觉都是你的脚在跟你说话，他在说：
谢谢你，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了。特别注意脚底的中间，就是足弓的位置，这里藏着很多重要的神经通道。用你的大拇指画小小的圆圈，慢慢的、耐心的按摩。如果这里特别痛，不要害怕，痛代表有感觉，代表神经还活着。然后是脚跟，这里的皮肤通常比较厚、比较硬，因为它承受了你全身的重量。用你的手掌包住它，轻轻搓揉，让温暖传进去。你可以对它说一声谢谢，谢谢它这么多年来默默地支撑着你。最后是脚趾，每一根脚趾都要照顾到，轻轻拉一拉，扭一扭，然后在指尖按摩。很多人按到这里会忍不住哭出来，不是因为痛，而是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温柔地对待自己了。我们总是对别人很好，对家人很好，对工作很认真，但是对自己呢？我们什么时候有好好关心过自己的身体？这3到5分钟不是在做治疗，而是在重新建立连结。你的手在告诉你的脚，我在这里，我没有忘记你。你的脚在告诉你的大脑，我还活着，我可以感觉。你的大脑在告诉全身，我们还是一个整体，我们可以一起工作。这就是按摩的意义，不是放松而已，而是唤醒。做完右脚之后，换左脚，用同样的温柔，同样的耐心，2只脚都按摩完之后，把脚放回地上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3次，然后感受一下你的脚底和地面接触的感觉是不是不一样的？是不是好像可以感觉到地板的温度、地板的质感？那个感觉就是你的脚正在醒过来。也许你会好奇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按摩会有这么大的效果？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解释。想象你的脚底是一座沉睡的城市，本来这座城市里有20万个居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有人负责感应温度，有人负责感应压力，有人负责感应质地。但是因为长期被后鞋垫隔绝，这座城市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外界的讯息了，居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慢慢的就睡着了。当你开始按摩脚底时，就像有人在城市里敲钟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该工作了。一开始只有几个居民醒过来，他们揉揉眼睛，伸伸懒腰，然后开始工作。然后越来越多人醒了，整座城市开始恢复生机。这些居民在医学上我们称为本体感觉受器，他们的工作就是告诉你的大脑，你的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。当他们醒过来开始工作时，你的大脑会收到越来越清楚的讯号，我的脚在这里，地面在这里，我的重心在这里。大脑有了这些讯息，才能正确地调整你的姿势，维持你的平衡。而且按摩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作用，它会让血液流到脚底。血液就像养分，就像雨水，当雨水来了，前河的土地会重新滋润，沉睡的种子会发芽。你的脚底肌肉也一样，它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工作了，肌肉纤维变得僵硬无力。但是当血液带住氧气和养分来了，它们会慢慢恢复弹性和力量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叫老林，65岁，住高雄，是个退休的计程车司机，开了30年的车，脚底早就没什么感觉了。第一次按摩完，他站起来，在诊间走了几步，然后停下来，眼眶红了。林医师，他的声音有点颤抖，我感觉到地板了，我真的感觉到地板的冰凉。他说，那种感觉就像失散多年的老朋友突然重逢一样，既熟悉又陌生，既激动又感动。我的脚回来了。他说，他真的回来了。是的，你的脚会回来，只要你愿意唤醒它，它就会回应你。但是光按摩还不够，接下来我们要教你的脚重新学会一件事：平衡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跟你说一声不要害怕。我知道当我说要做
平衡训练时，很多人会紧张。你可能会想，我现在走路都不稳了，还要做训练，万一跌倒怎么办？我理解你的担心，所以我们要用最安全的方式来做。首先，找一个稳固的支撑点，可以是桌子、椅背、墙壁，任何可以让你随时扶住的东西，把它放在你的旁边，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。这个支撑点就像你的保护伞，它在这里不是要你一直依赖它，而是要让你知道你是安全的。好，现在请你赤脚站好，看看地上有没有一条线，可能是瓷砖的缝，可能是木板的接缝。如果没有，你可以用胶带贴一条，或者就在心里想象一条。这条线就是你的平衡之路。接下来你要做的事很简单，沿着这一条线走，但不是普通的走法，而是要让后面那只脚的脚尖碰到前面那只脚的脚跟，就像走钢索一样。听起来好像很难，对不对？但是请你记住，会摇晃是正常的，会不稳是正常的。事实上，摇晃才是好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摇晃代表你的身体正在重新学习，你的脚在说，咦，地面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的大脑在说，咦，我要重新计算平衡了。你的肌肉在说，咦，我要开始工作了。这些咦就是学习的开始。所以当你摇晃时，不要责备自己，不要觉得丢脸，反而要告诉自己，很好，我的身体正在重新连线。一开始你可以扶着桌子走，手轻轻放在桌面上，不要抓紧，只是轻轻碰着，这样你会有安全感，但又不会完全依赖。慢慢走，不用急，感受每一步，感受脚底和地面的接触，感受重心的转移。走大约10步，然后转身再走回来。第一次走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困难，脚一直歪来歪去，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但是当你走第2次、第3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咦，好像没那么难了。到了第5次，你甚至可能可以放开手了。这就是你的大脑在学习，你的脚在进步。有些人做完这个训练会跟我说，林医师，我的脚底热热的，是不是哪里受伤了？我总是笑着回答，不是受伤，是活过来了。那个热是血液循环的热，是肌肉工作的热，是生命力的热。记住，每天做1次就好，不要贪心，不要勉强自己。重点不是一次做很多，而是每天持续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刚才走第1次的时候那么摇晃，但是走到第5次就稳多了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答案就在你的大脑里。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器官，它会记忆、会学习、会调整。当你第1次沿着线走路时，你的脚底突然传来了好多讯息，这里的压力大一点，这里有点斜，重心要往左，不对，要往右。这些讯息一股脑涌进大脑，大脑一时间处理不过来，就像一个很久没用的电脑，突然要处理一大堆资料，当然会卡住，所以你会摇晃，会不稳，甚至会害怕。但是当你走第2次的时候，大脑开始说，哦，我记得这个模式了。第3次，我知道该怎么调整了。第4次，这个其实没那么难。第5次，我可以的。这就是神经可塑性。你的大脑和你的脚正在重新建立信任关系。以前因为后鞋垫的隔绝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沟通了。大脑不相信脚传来的讯息，脚也不知道大脑要它做什么。但是现在透过这个训练，他们重新开始对话。脚说，我感觉到地面了，我会把正确的讯息传给你。大脑说，好，我收到了，我会根据你的讯息做出正确的调整。这种对话每走一步都在进行，而且越练越顺畅，越练越有默契。我有一位病人，大家都叫他张伯伯，72岁，住台中，退休老师。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走那10步路花了快2分钟，而且全程手都抓着桌子，不敢放开。他很沮丧，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”我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张伯伯，你不是没用，你只是暂时失去连结，但是连结是可以重建的，你要相信自己。”他每天都很认真练习，1个礼拜后，他可以不扶桌子走完了；2个礼拜后，他走10步只要20秒；1个月后，他来诊间，闭着眼睛，沿着那条线稳稳地走完。走完，他睁开眼睛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林医师，他说眼眶有点湿，我的脚听我的话了，我们和好了。那一刻，我也跟着红了眼眶。如果前面2个步骤是在唤醒你的脚，训练你的平衡，那么这第3步就是在重建信任，是你对你的脚的信任，也是你的脚对你的信任。这个训练叫做单脚站立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做过最有挑战性的事情之一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会陪着你。首先一样的，请你站在桌子或椅子旁边，你的手要能随时扶住它，深呼吸3次，告诉自己我可以的，我的脚会支持我。然后慢慢的把你的右脚抬起来，不用抬太高，离地10公分就好，让你的左脚单独承受全身的重量。你感觉到了吗？你会感觉到你的左脚底每一个地方都在用力，脚趾在抓地，足弓在撑起来，脚跟在稳住重心。你会感觉到你的脚踝在做微小的调整，往左一点，往右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往后一点。你会感觉到你的小腿、你的大腿，甚至你的臀部，所有的肌肉都绷紧了，像一条拉紧的绳子在帮你保持平衡。你也会感觉到摇晃，也许是很小很小的摇晃，但你一定会感觉到，就像海上的船随着波浪轻轻摇动。不要害怕这个摇晃，这个摇晃是你的身体在跟地心引力对话，他在说：我知道你在拉我，但是我不会倒下。这个摇晃也是你的神经在学习，每一次的调整都在强化你脚底和大脑之间的连线。一开始你可能只能站5秒，也许你的手会一直想去扶桌子，也许你会觉得很紧张，心跳很快，没关系，5秒就很好了，因为这5秒代表你愿意信任你的脚，代表你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证明他可以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你可以站10秒、20秒、30秒，有一天你甚至可以放开手，完全不用扶任何东西。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因为你会突然明白，原来我的身体这么强大，原来我可以靠自己站稳。我永远记得王老师，他60岁，住新竹，是个退休的国小老师。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连走路都要人扶。他说他不敢自己出门，因为怕跌倒。当我请他试试看单脚站立时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林医师，我不行的，我一定会跌倒。我握着他的手说：王老师，你不会跌倒的，因为我在这里，桌子也在这里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的脚会接住你。他犹豫了很久，最后终于愿意试试看。第一次他只站了2秒就放弃了，他说：不行不行，我做不到。我没有勉强他，只是笑着说：2秒已经很好了，明天再试试看，也许可以3秒。他每天来诊间练习3秒、5秒、8秒、10秒，进步很慢，但是他没有放弃。1个月后的某一天，他突然可以站30秒了，而且不用扶桌子。那天他做完之后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眼泪一直流。我走过去，轻轻拍拍他的肩膀：王老师，你做到了。他点点头，声音有点哽咽。我终于可以相信我自己了。
那一刻，我知道他重新找回的不只是平衡能力，还有对生活的信心，对自己的信任。后来他告诉我，现在他每天早上都会做这个训练。他说，每次单脚站立的时候，我都会对我的脚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支持我。是的，你的脚一直都在支持你，现在是时候让他知道你也愿意信任他，支持他。做完左脚之后，记得换右脚，两边都要练习，这样才会平衡。每天做一次，每次5分钟，不用多，但要持续，因为信任是需要时间建立的。好，现在你已经学会了3个步骤：脚底按摩、线上走路，还有单脚站立。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持续练习。我知道很多人学了新的东西，刚开始很有热情，做了几天就放弃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想真正改善你的平衡能力，你需要把这3个步骤变成一种习惯。好消息是，这一点都不难，每天只要5分钟，对，就只要5分钟。你可以选择在晚上睡觉前做，脱掉鞋子，坐在床边，花3分钟按摩脚底，然后站起来，花2分钟做线上走路和单脚站立，或者你可以在洗完澡、擦前脚之后做。这个时候脚底的皮肤比较柔软，按摩起来会更舒服。也可以在看电视的时候做，广告时间刚好可以用来练习单脚站立。总之，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时间，然后固定下来。重点是让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刷牙一样自然。你可能会问林医师，我要做多久才会看到效果？根据我的经验，大部分人在1到2个星期内就会感觉到明显的改善。走路比较稳，比较不容易跌倒，脚底的感觉也变得比较敏锐。但是如果你想要长期维持这个效果，你就需要长期练习，就像运动一样，你不能练1个月就停，否则肌肉又会退化。你的神经也是一样，需要持续的刺激才能保持活力。所以请你把这5分钟当作是对自己的投资。你投资的不只是健康，还有自信和独立。因为当你有良好的平衡能力，你就不会害怕走路，不会害怕出门，不会害怕跌倒。你可以继续过你想要的生活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这5分钟值得。我也建议你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特别是年长的亲人，因为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够预防跌倒，就能避免很多悲剧。每天5分钟就能让脚重新清醒，让大脑重新连结，这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礼物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了很多，让我帮你总结一下。第一步，脚底按摩，每天花3分钟，用你的手指按摩脚底，唤醒那些沉睡的神经末梢。第二步，线上走路训练，沿着一条直线走，让你的脚跟碰到脚尖，训练你的平衡感。第3步，单脚站立，这是最终的挑战，也是最有效的训练，能够重建你脚底和大脑之间的信任关系。这3个步骤加起来只需要5分钟，但是如果你能坚持做，它们会改变你的生活。我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核心观念是，真正的安全不是来自包裹，而是来自感觉。当你用厚厚的鞋垫把脚包起来，你以为你在保护它，其实你是在剥夺它的能力。真正的安全是让你的脚能够感受到地面，让你的大脑能够收到正确的讯息，让你的身体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，这才是真正的平衡，真正的稳定。我知道一开始脱掉厚鞋垫，赤脚走路，你会觉得不习惯，甚至有点害怕。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的身体，你的脚比你想象的更聪明，更强大。它只是需要一点时间重新醒过来。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
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在留言区写下"脚醒了"这3个字，让我们一起唤醒更多人的脚，让更多人重新找回平衡和自信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留言区提出，我会尽量回答每一个问题。另外，我要预告一下下一集影片，我会告诉你一个更惊人的真相：那张你觉得最舒服的椅子，其实正在让你的核心肌群睡着，而当你的核心睡着时，受伤的不只是你的腰、你的背，还有你的内脏。如果你不想错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谢谢你愿意花时间看完这支影片，谢谢你对自己的健康这么认真，愿意学习，愿意改变。在这个充满速食资讯的时代，你愿意静下心来，听一位老医师说这些看似简单却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记住，你的脚一直都在等你，现在就从今天开始，让它醒过来吧。我们下次见，保重。